四种。第五粒星星真奇怪，是上界细粒的，敢若拄好有够位踩一支路灯，甲互一个点路灯的人徛咧。小王子无法度理解伫天顶的一个所在，一粒无厝无人住的星星顶悬，一支路灯甲一个点路灯的人是有啥物路用？毋过伊心内咧想，就算讲即个人真罕古，伊嘛袂比国王、虚华的人、生理人甲酒鬼搁较罕。上无伊的工课是有意义的。伊点路灯的时，袂输搁再有一粒星，也是一蕊花出世。伊甲路灯禁掉的时，就亲像花，也是星困去哦。这是一种足水的头路，因为这款头路足水的，所以真有路用。伊降落咧这粒星顶悬时，真尊敬来甲这位点灯人的手小姐问：老早，你拄则为虾米甲路灯禁掉？这是指令。点灯人应：老早指令是啥？是爱甲路灯禁掉，暗安。伊搁甲路灯点互倒。毋过，你拄则为虾米搁甲路灯点互倒？这是指令。点灯人应：我实在袂当了解。小王子讲：无啥物爱了解的。点灯人讲：指令就是指令，老早。伊搁甲路灯禁掉。尾仔用一条红假的手巾仔，甲下头切切的。我食即个头路真是足惨的。较早也算合理，我日时禁火，暗时点灯，规工量出来的时间，我会使小休困一下；规暝量的时间，嘛通困一下。自迄阵起，指令改啊。指令无改。点灯人讲：都是安尼，才有影悲哀。这粒星星一年一年愈细愈紧，毋过指令一直无改过。所以咧，小王子问：所以即马伊一分钟都细一年，我一秒都袂当休，一分钟都爱点灯禁火一摆。真趣味。伫你遮一工才1分钟长尔。这一丝仔趣味都无。点灯人讲：咱伫遮开讲已经讲1个月啊1个月？对，30分钟30工，暗安。伊搁甲路灯点互倒。小王子看着伊，心内真介意这个对指令遐尼死忠的点灯人。伊想起较早爱刷椅仔去找实用的代志，伊想要甲这位朋友斗相共。你敢知？我知影有一步会使互你想要休困的时小休咧。我真想要休一困。点灯人讲：咱人有时啊会使搁认真搁变大。小王子继续讲：你的形星遐尼细粒，踏3骹步都细一链啊！你敢若需要豆豆仔行，都会使一直踮伫日头骹。你若想要休困，就搁继续行。你想要日时有偌长，都有偌长。这对我嘛无啥路用。我这世人上爱的，都是会当困。点灯人讲：安尼，你真歹运。小王子讲：安尼，我真歹运。点灯人讲：老早，伊搁甲路灯禁掉。迄个人，伫小王子继续伊的旅程时，心内咧想：迄个人一定会互大家看袂起，互国王、互虚华的人、互酒鬼、互生理人看袂起。毋过，伊是独独一个我看着感觉袂罕过的人。凡说是因为伊毋是咧无因家己的代志。
伊吐气分海，佮甲家己讲：伊是敢若一个我会使做朋友的人，毋过伊的胸星实在伤细粒子啊，无底徛两个人。小王子的心内毋敢承认，对即粒天公有保庇的星星，伊上解毋甘的是24点钟内会当看到1448摆的日落。